A 是对的啦。A 是对的。对。啊，伊的台语吼，即伊是一个动作啦。哦，动作。哦。啊，什么？白，白，白，我搁会走咧。下白哦，无定就是真正可以下白起来哦。哦。好，老师是不是下白？嘛唔是。如果要接金啊，接金对不？对。哎呦，接金啊，接金！洋洋，加油，机会到。拔。拔。拔，嘛是接金啦。对对，拔，确定吗？拔。好水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拔？嘛唔对。伊这念法其实拢差不多啊，有要上。迄个艺术高啊。对，啊，不过真可笑啦。唔对你啦。好，来，咱问老师哦，吼，来，老师。应该是去用法用斜拔啦，吼。是。所以讲啊，这个拔，咱台语讲背啦。咱讲菜头甲插头啊，咱迄个电脑不爱用，咱插头甲背起来。背起来。所以叫下背啊。下背啊。啊，有人讲下背啊。看你倒位啊。是下背啊。对。啊，下背啊。下背啊。对啦，啊下背啊，下背啊，这两种拢会使讲。